兩款咧非常之有自己個人獨特個性嘅茶俾大家。呢款咧就係青金啦，咁我會青金好普通咗，寶寶求其通街都有賣啦，求其通街都賣，我唔會介紹俾大家嘅。呢一款好誇張，佢呢一個咧係11年嘅青金，即係講已經有陳皮嘅功效，但係佢仍然有青金嘅味道，好犀利。因為佢咧好似好濃郁嘅陳皮茶，點解？因為如果咧你一啲上咗年份嘅陳皮茶咧係冇乜陳皮味㗎，但係因為佢仍然有個青金喺度，所以佢係好濃郁嘅陳皮茶。咁大家見到咧一粒嘅話咧，其實沖到超過20杯㗎啦。咁所以如果平時自己飲咧飲半粒就得啦。咁佢講緊咧呢一個見到佢咧有啲少少呢啲白霜嘅，放心佢唔係發毛啊。同埋咧你刮落去會見到咧佢好香呢個青金油脂㗎。佢入邊個茶就係15年嘅茶，就係呢一個熟茶嚟嘅。我哋咧非常之受歡迎呢一個，亦都係非常極度之爆單，包裝都好靚。同埋咧陳皮茶有啲咩好處咧？氣喘啦、咳啦、感冒啦、唔舒服啦，又或者不順啦、條氣唔順啦，或者食完嘢滯啦，都可以飲呢個青金茶。佢係超級驚豔到你，我話俾你知。上出邊坊間上邊青金茶佢絕無對手。如果你一個好中意飲青金茶嘅朋友就一定要帶，因為講緊11年嘅青金，再加15年嘅古樹茶，真係非常極度之好味道。同埋呢一個咧係訂製版嚟嘅，你出邊咧唔會買到，你唔會話我識人喺邊度買到，唔會，呢個係你自己個人訂製版。呢一個青金茶超級無敵，老闆娘話嘅，如果今日你乜嘢唔買都好，青金茶一定要買，係 must 嘅 ，OK？ 所以我都買，放心，係啦。好，咁另外咧第二個就好得意嘅，呢一個你睇下。咦，係咪好搞笑啊？咦，點解唔同色嘅？因為呢一個係青金啊，黑到不得了，已經11年啦。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檸檬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雲南嘅一個香水檸檬仔，你見到好細部，呢一個先至係靚嘢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呢一個咧可以幫到大家啦，增強免疫能力啦，同埋最正佢好好味。如果你係中意飲檸檬茶走甜或者少甜嘅朋友仔咧，一定要帶。香港飲檸檬茶啦會帶酸啦或者帶澀啦，係咪？佢呢個咧絕對冇酸冇澀，但係佢好香好香好香嘅檸檬味。不論你熱泡啦冷泡都係好好味嘅。譬如你沖定一樽擺喺雪櫃，因為有啲聽過話飲檸檬水對嗰啲血管好好，對身體好好啊。佢就係呢一個道理啦。佢就係咧幫到大家飲一個檸檬水，咁佢咧又連個檸檬皮香都喺度，咁中間係紅茶嚟嘅，好正好正。呢一個咧話俾大家聽，呢個我自己都會買走，因為咧我自己而家有習慣飲茶嘅習慣，咁我飲開呢一個嘅石榴茶啦，同埋飲開呢一個檸檬茶，但係呢一個檸檬香係超香超香，同埋你飲得多檸檬咧都會清血管嘅。呢一個你哋咧雪凍咗擺喺雪櫃度咧，哇加啲蜜糖不得了，真係不得了，又即齋飲佢都不得了，超香。佢係香到咧，你係心諗哇咁犀利嘅，咁驚豔到，其實呢兩款都好驚豔到，咁所以點解我一齊介紹咧？講真。中意飲檸檬茶，中意飲茶泡仔，兩個一齊帶啦，真係唔點嚟，全部都一定會翻單。不論呢一個青金又好，呢一個檸檬都好，都係會翻單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 B19嘅，咁佢呢一個呢一個嘅陳皮啦，大約一講唔係陳皮青，雖然佢11年，佢係一個青金，佢大約有15至17粒左右 ，OK。咁而呢一個咧，我唔記得咗15至17粒都係好似係咪？呢個係啦，咁佢有兩個 size 嘅，250g 嘅就228啦，500g 嘅就448。你哋可以買咗250g 試先，因為我覺得佢嗰個500g 同250g 嘅差距唔係好大，唔同頭先嗰個野生嗰個500年至600年個茶樹種，你哋可以買咗細嘅試下先，試咗 OK 啦。因為我下次我一定會再做呢間茶館，我自己都相當中意，我哋都揀咗幾樣嘢走。係啦，呢兩個睇下你中意乜嘢，一個就係檸檬茶。平時你買一支普通檸檬茶都20蚊啦，係咪？飲杯凍檸茶20幾蚊啦，用緊啲檸檬又澀又酸，仲要未必靚。呢個係真係超靚，佢係呢個雲南嘅咩檸檬啊？安粵，四川安粵檸檬，四川雲南嘅古樹紅茶。哦，四川安粵，我成日諗記唔到安粵，四川嘅安粵檸檬好香好香，堅香勁好飲，超級好飲，爆炸好飲，超級好飲。呢兩個點揀咧？揀唔到，小朋友先至要揀，成年人全部都要。OK， 呢兩個都真係好好飲，係啦，飲真係 OK 嘅，非常之好，係啦，好過你飲汽水同埋手搖，好冇？